国民党立委陈正谦2016年参选立委，过两年和一个台中姓曾的女性讲伊借1500万无行。代志发生后，陈正谦伫新竹服务处一切运作拢正常，依照地法院的判决，陈正谦为2017年到2018年陆续开出1500万的支票，和一个姓曾的女性，包括2张500万、甲1张300万，另外1张是200万，总共4张支票给伊。想不到事后要甲讨无钱，全咧甲新竹地法院提出告诉，法官判陈正谦爱还钱。不管基于什么样的原因，之后呢，本来欠债就是应该要还钱，而且这个金额这么大，那我觉得身为一个公众人物啦，尤其是立委，更应该要做这个社会的表率。共选过时代力量立委柯显智呼吁陈正谦欠钱就行人。针对这点，陈正谦讲，伊甲对方有真侪借贷甲投资之间的往来关系，因为双方对着往来关系财务上的认知无共款，发生民事诉讼的事件，真遗憾。目前，这个民事诉讼案已经进入司法程序，已经委托律师去进行上诉，就等法院的判决。是这个当事人给予这个郑正乾委员1500万，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，如果你说要投资，也是这个当事人在投资郑正乾委员，怎么会是郑正乾委员在投资这个当事人？这个说法是非常牵强的。陈正谦甲这个姓曾的女性借贷纠纷，法院已经有判决啦，不过真明显，双方的看法嘛是无共款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